歡迎，我哋一齊嚟探索下點樣使用 LED 延長管進行掃描啊！你將會需要你嘅 ScanBox Pro、Tube 同埋 LED 延長管。你唔需要使用 ScanBox Pro 包裝入邊嘅延長管。如果 ScanBox 上邊已經安裝咗延長管嘅話，請你將佢移除，將個 LED 延長管連接到 ScanBox。當固定完之後，你會聽到咔一聲。將個電話放入 ScanBox 入邊，確保個鏡頭喺正中間。如果你個電話有多過一個鏡頭，應用程式會喺掃描開始嘅時候話你知要對齊邊個鏡頭。將個 Tube 插入 LED 延長管，當正確安裝完之後，你會聽到咔一聲，然後撳住開關按鈕2秒，打開 LED 延長管。首次使用嘅時候，請你移除貼紙。掃描之後，你可以移除個 Tube 進行清潔。要清潔 LED 延長管，千祈唔好放入水入邊，改用抗菌濕紙巾進行清潔。就係咁，而家你已經準備好使用 LED 延長管進行首次掃描啦。